湾俗语摕来谈，深色趣味是有内涵。欢迎收看《报道歌丁》，我是林宪元。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这块土地的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。报道歌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，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。有一句话伫咧讲啊，一心相敬，心有甘纳。意思是讲啥物呢？是讲吼，只要咱会当虔诚敬神，安尼吼，神明都一定会知影哦，而且吼，都会安尼甲咱护佑。有影呢，咱台湾人吼天性善良啦，敬天谢神的这个精神吼，是建伫每一天的生活中间。当时啊，伫这个岁末年终的时阵吼，更是咱感谢天地吼，祝福咱一年的平安的时阵。所以讲吼，到底咱人是安怎去贺平安、谢平安呢？咱今仔日吼，就来谈这个话题哦。在台湾的民间信仰当中，每年的年初，家家户户拢会去甲神明祈平安。所以吼，咱年初的时阵吼，比如讲头月吼，2月初2，咱就款着糖仔饼吼，金纸安尼来到庙咧，来向上天吼来祈求吼，今年都会当平安顺遂安尼，叫做年初贺平安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民众嘛伫咧厝里的神明册仔敬拜神明，嘛有袂少民众会去庙里敬拜神明，甲神明贺愿，或者是跋杯请求神明指点。额头三笑有神明，和凡事敬天谢神，已经成做贯穿台湾民众生活的重要信仰和生活态度。今仔日呢，咱特别邀请到民俗文化学者温宗翰老师，主持人、观众朋友大家好。还有咱新北溪雕牌设计师陈鸿辉老师。主持人、观众朋友大家好。这领这个T 恤啦，内底这个字有这个地牙公吼，还有这个新北溪，还有中分山。这个字这个意思是啥物款的意思啊？要互外地的人知影讲，咱中部地区或者是讲某一个所在。称呼先天上帝，咱会较亲的方式，称呼地亚公安尼。所以我就用地亚公这3个字，感觉起来这汉字写起来袂输那，伊迄个发相安尼有穿甲啦安尼，所以用地亚公3个字，来为伊的形象安尼。咱全台湾拢安尼称呼嘛，还是讲这个新北溪这个所在有一个较特殊的，对伊有一个尊称。南部其实拢叫这个上帝公，所以中部地区吼叫地亚公，其实是介特殊的。是吼，平常时听讲恁这礼俗真济吼，嘛有真济迄个惯例爱去遵守。以咱伫家庭内底吼，通常吼，咱家家户户拢会服侍咱受天宫的先天上帝乌灵旗。是哦，所以讲逐间拢有吗？差不多逐间拢有哦。这较罕有看到呢。早暗吼，若讲大较远的人，伊无都逐工拢去庙嘛。就早暗咱特殊服侍乌灵旗，就代表先天上帝，互咱特殊，互咱奉敬安尼。其实民间信仰吼，伫咱台湾社会内底吼，就是咱生活文化的部分啦，一部分啦吼。所以不管是讲像咱头拄讲拜神明吼，还是讲咱这个开工动土、结婚生囝吼、娶某生囝这个代志，其实拢甲神明有关系。你若看咱，比如讲家家户户为什么拢爱采一个乌灵，爱采一个神明？咱地方咱都有大庙就好啊，为什么厝人家采迄个灵旗吼？其实这拢是甲咱这个台湾民间社会内底吼，咱甲神明当作是一个地方的守护者，甚至讲是规个人吼，整个规个人的迄个宇宙吼，迄个深层的迄个价值观念吼有关系。所以你看你伫个厝里有拜祖先、拜神明，这个天地人嘛，安尼咱规个人的这个。文化的迄个价值观、价值观念吼，才会清楚。所以伫个厝里拜神明，咱嘛希望讲，伫个这个生活伫个这个空间吼，伫个这个大自然内底，你会当有人甲你比，万事拢会当顺利。所以这是环环相扣的。我就想讲，我以前咧做戏的时阵吼，捌学过一句歌，就讲迄个人吼要破病要死啊。要死进前吼，伊都要先讲一句，或者是唱一句，唱讲吼翻身落床要死土。我就是想无，你知无？囡仔人我拢想无，讲什么？为什么都要翻身落床死土？什么叫做死土啊？迄个土是就是咱讲迄个土地迄个土嘛。是其实死土这种观念嘛，是咱头拄讲民间信仰内底一个
文化价值观吼，伊迄个观念拢是包含伫迄个底民俗观念拢是包含伫内底吼。因为咱知影讲生落来，你毋是干那你家己尔，吼，你有天地人神，甚至讲祖先吼。啊，所以你咱讲咱人出世的时阵，受到神明甲咱庇嘛，吼，啊受到即个超自然世界吼，甲咱保护。啊，咱是毋是过往去的时阵，嘛是爱感谢土地，吼，啊感谢得谢神明。哎，咱人吼拄生出来的时阵嘛，拢啥物拢无嘛，连衫啦拢无穿，吼，所以要转去的时阵嘛是共款，吼，啊咱即块土地甲咱养育，吼，啊咱要转去的时阵吼嘛是赤脚，吼，啊甲土地来接受安尼，吼，啊来感谢，吼啊土地甲咱正用安尼。啊，所以石头有人讲石生啊，吼，石头下天，吼，这拢是一个，甚至讲要过身去进前，吼，讲老一辈会有感觉啊，讲迄个要走的时阵，伊家己有感觉，时间到，啊，所以爱伫个要转开进前，吼，先甲即个天地，吼，拢甲答谢一个安尼。有当时咱讲啊，落土就是歹背字啊，吼，所以讲拢是甲土有关系，因为人咧天地人嘛，所以讲即个落人若是出世的时阵，第一项就先落土，啊落土了，你若要离开的时阵，爱先洗土。对啊，你清北溪较特殊就是安怎呢？即个所在吼，是一个足传统的漳州人的即个部落，吼部落，吼啊，所以即个所在伊的即个风尚啊，拢无改变。伊保存了足好诶，你看有足丰富的即个当地文化，还有足丰富的即个足踏实的即种民间信仰，所以像头拄仔咱讲着讲为虾米伊的即个衫要设计即个总本山，总本山啦，啊，即个意思就是伊迄个所在是台湾先天上帝上大的宗庙，一年差不多有4500至5500团的即个进香团会去遐进香。啊，咱大概正月拢会去进行什么款的活动？哦，正月过年嘛，吼，啊，咱会到庙会拜拜，啊，庙会就款平安寿什么，互大家食。啊，正月半的时阵就是大家拢知影元宵节嘛，闹元宵。对，啊嘛是三界公的生日，啊，所以咱前面客人会担着米糕头，啊去庙会祝寿安尼，啊大家才分米糕头等于食平安安尼。2月吼，伫咱前面客是一个真重要，就是年初下平安。是，啊，因为咱过去生活吼较无方便，吼啊医学嘛较无遐进步，啊所以咱伫年初的时阵就会吼捡糖仔碗，吼去庙的遐来下平安，吼啊祈求讲咱一年安尼拢会当平安顺遂。所以讲这个下平安的意思是敢若像下愿安尼。对，下愿。吼啊，所以讲咱即摆下愿了后，下平安了后，啊所以讲咱年底就要来个下平安，啊下愿安尼。咱3月吼，就差不多是第一公生，3月初3先天上帝圣诞嘛，啊，迄时阵嘛差不多伫国五的附近，哦，啊，咱村仔地嘛长咧满，啊，所以大家是足无闲的。3月初3抑阁是清明，啊，清明嘛爱制作嘛，啊，嘛爱去逛梦纸安尼。对啊，其实清明是3月初3，是，啊，即摆拢过新历的4月初5，吼，其实来旧历来讲应该是3月初3。嘿，啊，伫阮前尾溪嘛是讲3月初3咧逛梦纸安尼。啊，4月差不多，村仔地伫要买啊嘛，吼，啊，过来就来陪比赛地。哦，比赛地。对，比赛地。啊，过来，咱5月时阵吼，除了北藏以外，啊，咱因为咱前尾溪人，真侪拢为神明服务嘛。是。咱有当时啊吼，若是讲一寡仪式吼，需要用到这5时水的时阵，吼，咱5日节拢会到咱的庙前吼，庙前溪遐。哦，还有泉水，咱会去遐储这个5时水安尼。啊，咱嘛会洗这个香，去迄个园遐，然后迄款洗香。哦，啊，咱就挽起来啊，等下甲水泡咧安尼啊，身躯好好洗洗咧。对。啊，所以6月时阵差不多修行啊。是。啊，迄个时阵，拢会感谢天地。是。啊，我看到一个数字，吼，36碗。嘿，36碗肉酒。对啊，啊为什么要36碗？这个数字敢有啥物特别的意思嘛？平常时啊，咱有一个民俗的这个观念内底，36就是代表比较较圆满的数字。完整啊！对，所以你看咱就介意6啊，吼12啊，吼36安尼吼，啊用一个倍数吼，啊甚至讲啊，这个肉酒准备好，啊因为咱爱客足侪冰酱嘛，啊咱这个冰酱侪，你袂使讲
2碗3碗安尼吼，看起来这疗效的啊，所以你爱用一个刀数，迄个刀数就是用36碗。北部人就是即较罕你去看到这，所以我今日讲到这个话题，我是感觉真心性，而且嘛较有兴趣吼。但是吼一时阵吼讲袂透，所以讲咱先来休一下喘，啉就请茶，连面吼咱才斗阵来祈平安甲谢平安。报道高阿丁，内容足丰富，有地理，有历史，嘛有人文甲故事。咱若是知愈多，捌愈深，对咱台湾就会赢真心。为中秋节开始到大月初期，全台湾各地拢有举办谢平安祭典和绕境活动。这个10月15是咱水关大地圣诞万寿的日子啦。啊，咱寿天宫上边咧寿天宫先天上帝为着配合这个真好的日子吼，所以咱各庄头拢有一个谢神的活动。啊，咱谢神的活动就是讲来感谢咱上帝讲啊，水关大地庇佑咱一年的平安。啊，各庄头拢会陆续举办，一直到咱这个冬节为止。在民间的信仰当中，天官、地官和水官大帝是掌管天界、地界和水界的神明。民众会伫咧下元节的时阵祭拜三官大帝，并且祈求水官大帝解厄。啊，有比如讲，咱伫咱这一年度，咱有足侪代志的，啊是咱底下讲会要顺侍咱这信徒，所以咱这信徒只要是讲，咱烧香来甲底下讲平香的话，咱底下讲，如果真正因兜有代志的话，若有一寡问题，咱底下讲就自然采机来甲因兜来甲办理安尼。绕境的队伍形成各庄严，嘛充满欢乐的气氛。原本绕境了后，在地民众阁会举办收冬戏来酬谢神明的保庇。在地民众总是以上虔诚的心和实际的行动来回报天公伯的保庇，因会伫咧神明的祝福之下，迎向新的一冬。6月的时阵啊，哎，一拜七鼎是这个意思嘛？啊，问老师啊，什么叫做拜七鼎？其实这是因像要去遐在地比较特色的这个仪式啊，吼，这别个所在较罕咧看。咱通常知影讲万物有灵啊，吼，所以咱可能会拜这个有喜啊，吼，拜低调啦，吼，甚至讲这个拜一寡咱生活当中吼，会甚至对咱的经济、对咱的生活有帮助的，吼，咱感觉伊迄拢有神明伫遐，啊，甲帮助。啊，伊这个故事其实是甲迄个因较早捌着过迄个。甚至着有济吼，着有济啊！迄个时阵发生一寡问题，底下讲甲因派人讲啊，叫因以后爱来，甚至来这个所在吼啊，做一寡祭拜安尼。嘿，所以这个祭拜仪式是因地方吼较特殊的。到了7月时是这差不多爱普渡啊。嘿，对，普渡。啊，所以咱前尾个吼，拢会看到饭档，哦，或者是讲米做的这食物。啊，来敬拜好兄弟啊！中秋吼，因为咱做餐人，哦，上重要就是丰收。是。啊，伫咧中秋时阵，咱就会感谢咱的土地公伯，甲咱比如讲，哦，咱地园啦，吼，各种农作物拢有丰收。咱土地公怪吼咧做的时阵，拢取着这，比如讲啊，桂竹啊、观音竹、刺竹，哦，啊，中这个破开，哦，啊，四黄金甲洗落，哦，四黄金伫咱中部是代表敬这个福德正神。啊，怎安尼甲插伫咱园头，啊，搁款饼啦，是讲一寡贡品来拜，啊，画一寡金纸，啊，感谢土地公伯啊，吼，比如咱丰收安尼，啊，即支就互伊，当做乖啊，帮咱顺一下田园一个。是代表讲，伊举了即个乖啊，吼，爱当为即个产水啊，小顺的，爱当较平安，啊嘛，较会当丰收即个意思。到8月即个时阵，差不多是安尼吼。下元节的时阵哦，就是讲这个时阵吼，啊，这个绕境的活动代表是啥物款的意义？以清北溪来讲，伊这是因的地方的谢平安绕境的一个仪式。啊，因为咱知影讲全台湾每一个所在吼，谢平安的时间点拢无相共。咱
那以全台湾来看，差不多为土地公生过吼，一直到这个当值这段时间吼，拢有谢平安。是。吼啊，有的是一庄谢过一庄啊，吼，因为咱大家拢爱做事嘛，吼，啊，今仔恁这庄头谢平安，咱来去遐，甲恁斗落来，互恁请，吼啊，后一个庄头换稳，吼啊，所以一庄谢过一庄安尼，吼，谢甲当值去。咱伫谢平安西庄要紧的前一暝吼，就会伫门口埕。哦，拜这个三官大帝，啊，所以咱伫个这个新北溪快递吼，因的迄个谢平安，其实因为咱头早啊有听着讲，因头前吼有这个谢平安，吼啊，相对应的就是讲伊伫个这个年底的时阵，伊买谢平安，啊，伊更较特殊的就是伊甲这个下元吼水管大帝改的这个。生日吼，下元水管大帝生日甲斗做伙。哦，所以讲我头拄迄个就是讲三界公，对，三界公拢有甲斗做伙啊。所以你看伊甲斗做伙吼，斗做伙伊做伙拜，吼，伊就利用这个三官大帝生日的时阵吼，啊，甚至神明地下公啊，当机出来甲咱砖头洗洗，吼，啊，咧身躯有带什么病吼，毛病，还是讲你有当着什么歹物啊？地下讲吼，顺续甲你改。咱头拄讲了当机嘛吼，啊，这个当机吼，我有看过伊手头顶管吼，一定会举一支剑。啊，因为咱知影地下讲就是骹踏孤爪，手也七星剑，啊，这七星剑就是因为北斗七星嘛，吼，啊，所以这个剑有伊的灵力伫遐，啊，伊拢通常利用这支七星剑吼。甚至讲挂喙齿啊，嘿，对，啊是有影有帮信徒这是有影是会挂人的吗？对，这挂人，这来哦，这来，哎呀，因为伊无来吼，喙齿挂袂开，啊伊会加挂过来，所以爱就来这一下就到会。通常咱若挂喙齿拢叫开这个龙子符啊，吼，底下讲若要开符啊吼，啊挂喙齿就开龙子符。其实伊的这个法宝真济啊，伊无一定是挂喙齿。有当时啊吼，可能嘛是用这个气球吼，气球用较接片的吼，啊是讲这个铜棍，吼，这是你看规支吼拢是钉啊，吼，这铜棍，吼，啊有当时有影你去忽落去。对，爱忽落去，因伫新北溪遮的这个风俗就是因的铜机吼，无伫随便抄宝，这叫五宝，啊因袂后白抄，因就是有作用，比如讲要开壶啊，还是讲真正要做介什么代志，伊才有抄。是吼，咱会使看到讲这支画宝，哦，这是因陈鸿辉因爸爸做的，因爸爸做的这画宝最特殊。你看一般的画宝吼，甚至讲简单一片尔，哦，一片安尼吼，薄薄啊，啊伊这无，伊这是真正的宝头。是哦，哦，所以你看伊这支画宝就来哦，这我若大概看人伫抄吼，拢是抄较接片较多。毋是你挂喙齿的嘛？嘿，毋是，因为你挂喙齿就真正像你讲的变眼镜蛇。对，但是因遐老当机拢会练喙齿。我看过几6届。安尼有影是吼，摕家己的性命去保护大家安尼。对，啊，其实嘛无一定拢挂喙齿啦，因为咱知影讲。因为这个新明要用当机的血吼，就是要给咱做一寡开启一些灵力，因为血通常被认为是比较有这个力量的吼，伫个民俗内底伊是较有力量的，透过这个血吼带来一寡心灵的这个灵力安尼吼，所以这叫这个刷鱼剑，有人叫水灵剑。吼，像因新北溪就爱讲水灵剑吼，啊，伊这个水灵剑的，伊可能就是剁这个头壳，嘿，剁下头啦，吼，这个所在遮吼，啊，剁这下头叫做开这个龙头符，哦，嘿，叫龙子符，有人讲灵子符吼，啊，龙头符甲灵头符安尼，嘿，每一支拢有伊无共款的作用，有当时啊可能伊嘛代表伊的方位。方向，比如讲，底下讲一间5个当机向跳起来，去到某一个路口吼，啊，要伫迄个这路口的时阵，爱可能5个当机摕5个无共款的迄个驾驶嘛有可能吼，五宝3个，啊，伫无共款的方向，超宝安尼。是吼，咱新北溪这个所在吼，啊，有一个仪式吼，就是讲靠奖吼。其实靠奖来讲吼，是靠上。伊比如讲，底下讲伊下这个兵将，是，嘿，啊将军的话，一般咱底下讲部将，头一个就是扛着元帅嘛，吼，乌面红面2个元帅，吼，啊，这2个元帅啊，甲比如讲，太子元帅领兵的，嘿，这主帅安尼来靠上，啊，因就会带兵吼，啊，来接受咱老百姓这
靠想安尼。啊，咱一般若是讲伫要问神明，问神明迄天，咱嘛会传着36马酒啊来伤兵靠将安尼。是。啊，这个9月有啥物款的爱做的代志？ 9月咱除了9月着用拜公妈以外，嘛是真重要的。是啊，拜祖先。囡仔的保护神，太子元帅生日。是哦。对。所以个迄天个是先天上帝得到的纪念日。是。包含讲9月元君比如咱关情光彩的神明的这个生日，所以伫即天除了讲拜公妈以外，咱嘛会去到庙里，甲这3位神明来祝寿安尼。11月差不多拢是冬仔地。冬仔地。冬仔地。咱若个气候若个较好咧，雨水较有咧，咱就会当收到冬片仔地安尼。是。咱伫冬尾的时阵伫庙埕嘛办一个地叶的地业的祭典。是。甲咱一年来上好的地，摕来庙里，拜。第下讲甲感谢一下，讲感谢安尼，今年收成遮好，地做出来嘛，遮尔啊芳，遮尔啊甘安尼。听讲恁这清北溪遮的人就对这了解的前一天，迄个准备的工课爱做的真济家家户户会伫前一暝，伫乡仔道来拜三界公，甲祝寿嘛是嘛会看到这个面线，寿桃安尼，安尼答谢。隔工早起。新桥就要来咱兜嘛，家家户，所以咱嘛这乡仔道嘛是继续甲拜咧，佮全新的树果，青茶，甲金纸，来迎接第下讲来咱兜甲咱顺顺看看。真特殊的是，除了一般咱看到五宝以外，是庙里的迄个顶层顶椅，顶层对，顶椅对，是，嘛会教咱嘛会出来绕境安尼啦，需要的时阵，伊就踩动机，来用顶层顶椅来帮咱遮的庄头的人安尼来解的。是，咱年头的时阵会即个下平安嘛，希望讲祈求咱一冬会当来平平安安、顺顺安尼。但是万不一啦，咱来去下平安的时阵，到了要即冬天灾地变真多，就无平安，咱年底年尾想要安怎？就卖写。哈，卖写嘛。系啊。有影拢卖惯伊吗？卖写。是，咁真是。其实伫风俗，伫即个民俗的观念内底你比如讲恁厝里啊发生什么代志，比如讲有丧事，你本来就袂使参与写平安啦。写平安毋是讲逐个人真正拢会使去写，恁厝里无平安，恁厝里无清气就对啊就卖写平安。因为感觉讲你无清气不一定要参与安尼啊另外一种就是讲，比如讲像咱台湾过去最大的事件，迄个9·2地震的时阵，迄年就发生一个代志，就是中部地区足侪庙宇迄年就停办，都无写平安，因为迄年就无平安啦，足侪厝里的人拢过往去，要安怎去办写平安？所以其实写平安安尼医生有伊的即个真心的意涵伫遐，伊是咱人甲即个大自然的即个生活结合的一件最重要的代志。一心相敬神有感纳。只要咱会当虔诚去敬神谢神日常咱平常生活中间去实践咱的善行，去帮助别人啦。所以讲咱的神明就一定知影，这个几条三笑有神明你做歹代做好代，神明拢甲你看在。所以讲各位大家想要得到这个神明的庇佑一定要家己做好代，去敬天爱地，这是真重要。报道歌顶用俗语参故事，甲乡亲来博感情。后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歌顶。